来郭文泰卡到金华城的弊案，平面媒体搁来压料，讲郭文泰其实是民众党资金的总操盘手，毋那完全掌控着民众党的财库，更加是违背党政军退出媒体条款，用民众党的资金来投资媒体。啊，民众党是来回应讲，相关的指控拢是错误的资讯。政军退出媒体，还是不是民主进步党的价值？多大来批评党政军强强媒体，民众党讲主张党媒分离。不过，即马缩口就看起了，党主席郭文泰正确批评执政党控制媒体，但压证着后卡所用党内资金来投资媒体。一边要民众党省钱，却自己去看豪宅买商办；另外一边批评媒体跟政治所谓政党有关系，却自己想要用这个所谓民众党的资源投资所谓新媒体。柯文哲心里面想的跟做的完全都不一样。就看点名，今年5月，郭文泰主动要求拨100万投资媒体公司，不过缩口党内人员发现，迄公司财报早就已经了超过6000万。不过郭文泰同款坚持要投资，嘛强调爱博这套，管好甲钱汇互对方就好。就看个加码压了民众党的4大金库。包括报考、众望、新故乡含选举存的钱，郭文泰这个5月就要求每2个月都要报告一摆。执意用检廉人员的口吻、侦办的角度来影射本党，这也凸显了在民进党执政之下，党检媒一体的共生集团已经成为破坏台湾民主法治的根源。郭文泰真侪摆甲民众党内小白记录、乌龙蛇头说互会计师，真相到底是啥？互大家拢看甲不傻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